人生嘅本質係自由，人生係一場靈魂嘅旅程。我哋所體驗嘅一切，都係我哋意識自我編織嘅遊戲。無所障，無所礙，無所懼，無所執着，就係我哋每一日嘅課題啦。人生只有今日，只有每個此刻。最後真正擁有嘅唔係一連串嘅故事，而係喺呢一啲嘅故事當中，靈魂係咪收穫到自由、自在同埋解脫？每一個當下，念起、念放、念自由，而你無所困、無所住，亦無所得。